大家平安。咱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，咱来吟，我要祈祷来到你的面前。我要祈祷来到你面前，我要追求你。我要踮伫破空所在，你遐我要追求你。每一摆我记得，我要当你的手，记得做事，我手要当做。每一摆我记得，大山要刷开。道路要铺平，予万民归向你。主，我时常乱了甲软食，你就是我的开兰。用大开兰的手引带我，这就是我的底线。每一摆我记得，我要当你的手，记得做事，我手要当做。每一摆我记得，大山要刷开，道路要铺平，予万民归向你。每一摆我记得，每一摆我记得，我要当你的手，记得做事，我手要当做。每一摆我记得，大山要刷开，道路要铺平，予万民归向你。每一摆我记得。每一摆我记得，我要当你的手，记得做事，我手要当做。每一摆我记得，大山要刷开，道路要铺平，予万民归向你。请兄姐。伫新的一年开始，咱是毋是倒来经历祈祷的开难？因为这是主予咱的应允，主的确要带咱行过真多人生的风景。咱就为祈祷开始，咱新的一年来开始来经历祈祷奥妙的开难。咱倒来吟一遍，我要祈祷来到你的面前。祈祷来到你面前，我要追求你。我要踮伫破空所在，你遐我要追求你。每一摆我记得，我要当你的手。记得做事，我手要当做。每一摆我记得，大山要刷开，道路要铺平，予万民归向你。每一摆我记得，每一摆我记得，我要当你的手，记得做事。我手要当做，每一摆我记得，大山要刷开，道路要铺平，予万民归向你。每一摆我记得，每一摆我记得，我要当你的手，记得做事。
我手袂当做。每一摆我记得，大山要刷开，道路要铺平，予万民归向你。再说咱来吟，留一颗心，填满耶稣。留一颗心，填满耶稣，将我心还你。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，用信心去期待黎明，建造那林中的光，百花中的蜜，耶和华用慈爱收所以被的。这一生我全都相信，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，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，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，他的光永是我的路。留一颗心，填满耶稣，将我心还你。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，用信心去期待黎明，建造那林中的光，百花中的蜜，耶和华用慈爱收所以被的。这一生我全都相信，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，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，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，他的光永是我的路。他说他爱我，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，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，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，他的光永是我的路。他说他爱我，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，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，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，他的光永是我的路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幸福，何等的受祝福，你依然这么的爱我们。主，我们是何等的宝贝，主，我们算什么，你竟然这么的眷顾我们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，主，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知道该走什么样的路，知道该做什么样的事。主，当这一切所做的都是归荣耀于你。主，阮生命是何等的福气，阮献上感谢。主，你的应允，主，你的确也要照你预定的时刻
来成就主你伫阮每一个人生命中这份美好的计划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帮助阮，让我当谦卑顺服伫主你的带领内面，来领受主你稳定的祝福。我来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咱都用祈祷的心，咱来唱一遍，留一颗心，填满耶稣。留一颗心，填满耶稣，将我心还你。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，用信心去期待黎明，潜藏那林中的光，爱花中的蜜，耶和华用慈爱所预备的，这一生我全都相信。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，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，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，他的光永是我的路。他说他爱我，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，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，他说有一天温暖日头不再出，他的光永是我的路。新的一年，咱用仰望的心来亲近主，咱来迎展开属天的翅膀。主，我要来敬拜你，站立在你的宝座前。哦，主，我要来亲近你，在你的面前，我献上我的心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，我要向你来歌唱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进入荣耀的天堂，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哦，主，我要来敬拜你，站立在你的宝座前。哦，主，我要来亲近你，在你的面前，我献上我的心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，我要向你来歌唱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进入荣耀的天堂，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展开属天的翅膀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，我要向你来歌唱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进入荣耀的天堂，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展开属天的翅膀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，我要向你来歌唱，
张开属天的翅膀，进入荣耀的天堂。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至圣的天父，新的一年，我用仰望的心来亲近你，恳求你的圣神踮伫阮的内心，帮助阮伫生活顶面有敬虔的态度，甲诚实的活命。主啊，阮实在无够额，阮真希望你的圣神会当临到。主啊，当我伫你的面前表明阮愿意的时，主啊，你的圣神就会进入阮的内心，互阮有属天的眼光、属天的境界，会通行你的事。主啊，阮需要你。新的一年，阮需要你。阮求你的圣神帮助阮。安尼恳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。咱搁一届用仰望的心来亲近主。哦，主，我要来敬拜你，站立在你的宝座前。哦，主，我要来亲近你，在你的面前，我献上我的心，张开属天的翅膀。我要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阻障。我要向你来歌唱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进入荣耀的天堂。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主啊，我要敬拜你。哦，主，我要来敬拜你。站立在你的宝座前，哦，主，我要来亲近你，在你的面前，我献上我的心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。我要向你来歌唱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进入荣耀的天堂。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张开属天的翅膀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。我要向你来歌唱。张开属天的翅膀，进入荣耀的天堂。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感谢主，咱是主的囝儿，伊的听永远无变。感谢主。永远你是我的孩子，永远不变。我爱你，我在神里平安降临，如寻个平安落在你心。永远你是我的孩子。
如新歌平安落在你心，永远我是你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恳求神灵偏然降临，如寻歌平安落在我心，永远我是你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恳求神灵偏然降临，如寻歌平安落在我心。各位兄弟，咱来常常恢复，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咱的心中就充满平安。咱来常常认捌恢复，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咱的生活就幸福，就快乐。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咱搁甲上帝讲，永远我是你的囝儿。咱搁念第二段。永远我是你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恳求神灵偏然降临，如寻歌平安落在我心，永远我是你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恳求神灵偏然降临，如寻歌平安落在我心。阿门。阿们。
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阮，互伊的面照光阮，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，万国中知你的救恩。上帝啊，愿列邦拢学落你，愿列邦拢学落你，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，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，伫你地上的万国。上帝啊，愿列邦学落你，愿列邦拢学落你。地已经出土产，上帝就是阮的上帝，要赐福阮。上帝要赐福阮，地的四极拢要敬畏伊。世间情人拢着恬静，虔诚徛你面前。无知我如世间俗事，哪项稳定伊受事？上帝讲你米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或者这时，请咱三甲来吟圣诗。学罗上帝，圣诗383首，主有恩典大慈悲，互阮安然过一年。阮当感谢用诚心，求主耶稣听阮吟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主有恩典大慈悲，互阮安然过一年。阮当感谢用诚心。求主耶稣听阮吟，你有来替阮受死，互阮罪恶拢看你，过去代志放一边，望阳光的亲情，来代志亲哦。启明起初阮路惨，拄着魔鬼向恶来，主你掌阮到一台，有时软弱可相比，求主坚固阮心志，行到旷野大沙坡，因主引我真的路，互阮先加较信心，各位甲主那亲密，掌阮真难熬忍受，堪伫永远的面流。阿门。这是咱三甲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这请坐。这时，请咱三甲来启用启文圣诗后壁面第4篇诗篇16篇。
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。我的灵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。论到地上剩的百姓，因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，因献电花祭，我无要献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甲我杯中的份额。所让予我的地，是在真水的所在。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阿免。这时，请恁三甲来吟圣诗42首。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，羡慕我主。我的帮赞是对倒落予我，倒落赏赐。我一切帮赞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大主宰。请咱坐咧吟全首。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。
这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稳定的主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伫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愿献上懊恼甲感谢。愿用心灵、用诚实来献上阮的敬拜。伫圣主日，阮心无要见主你的面，阮的心较无要听主你要对阮讲的话，因为阮永远相信主你圣经真理的话，是阮属灵生命唯一的准绳，也是阮伫人生风景中真实的倚靠甲帮赞。主耶稣，阮真正需要你，阮要谦卑顺服你真理的教示。听阮的主耶稣，今仔日是教会年度的好会，阮要检讨算数过去的日子，阮的信仰生活是怎样？主你知，阮也有侪的软弱。甲无教业的事，恳求主你怜悯扶持阮。主啊，伫新的一年，阮搁一摆立志，阮也要学习保罗先生勉励加勒太教会迄款，阮要倚靠圣神来行代志，过属灵的生活，结圣神的果子，献互主，荣耀主的名。主，求圣神。也保守阮有三听的心，独独专务一项事，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，第一头前的事，按所查的表来走。第一都无耶稣基督的事，是阮的主。伫即时，阮的心中非常的毋甘，理会节的先生王长元兄弟望主温调。阮嘛少年久久无踮伫阮中间做伙敬拜的兄弟，因检采有心灵软正，或是有劳苦背重担的，检采也有肉体病痛的，恳求主，你甲因三甲伫地。阮特别将李慧杰甲伊的家族来交托主，互因有对主来的安慰、怜悯、医治甲平安。互因有教业、气力、甲信心来赢过所拄着的艰难。听阮的主耶稣，即时阮要领受你真理的话语，阮要恭敬来听，恳求圣神引带阮，安静阮逐人的心，求圣神将平安甲感动充满伫阮的会中，互教示甲祝福进入阮每一人的心中。互讲的、听的，拢大大得到主你的祝福，互阮的属灵生命搁较成熟、搁较顺转。天父上帝，阮恭敬将今仔日的敬拜交伫主你权能的圣手，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学乐声线乐队。
或者即时咱掀开圣经，大家来恭守上帝的话。首先，咱来看耶利米书旧约圣经耶利米书17章第10节。耶利米书17章第10节。我耶和华是监察人的心，试验人的脏腑的，要照逐人所行的，甲伊做代志的结果来报应伊。接续，咱来看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2章12节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2章12节。恁伫外邦中行做着端正，互因看见恁端正的品行，就伫因所诽谤恁做行歹的事，因通伫监察的日归荣光上帝。阿们。以上正道，上帝看见咱做了啥物？上帝看见咱做了啥物？请曾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来求求你，你是阮的主，你设立信仰的家庭，互世间人称伊做教会。你也通过阮信仰的前辈，伫教会内底制定教会的规矩，照着圣经所记载信仰的家庭所应该有的法度。阮今仔日要做伙做礼拜，这个礼拜虽然称作好会，但是更较要紧就是上帝你圣洁的百姓做伙组织，用敬拜来检讨家己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恭敬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圣别这个礼拜，互阮知你的心意，归荣光你的性命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今仔这个礼拜，甲过去一年阮所做的工，伫你的面前求主你来监察，看阮有甚物好所行、歹所行，教示阮，互阮遵照你的心意来改变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已经过一年，咱的教会每一年拢有一个真要紧的检讨的礼拜，咱甲伊称作会员好会。真要紧就是伫上帝的面前问讲：上帝啊，伫过去一年阮所做的，你有欢喜也无？兄弟姊妹，恁坐伫即个所在，毋是干那来检讨教会中职牧师伫过去一年有认真无？恁有满意无？毋是，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，因为咱拢是奴仆，所以今仔即个检讨是咱做伙同心伫上帝的圣殿内。咱问上帝讲：上帝啊，这堂教会旧年所行过的路径，主你有欢喜吗？主阮有甚物所在做了无够严啊？我嘛要甲教会遮的青年、青少年甲恁讲。恁伫教会大汉，恁来看恁的爸爸妈妈伫教会内底安怎侍奉。因为有一日，恁的爸爸妈妈年纪加添了后，因会将教会的十字架交伫恁的手中。恁爱比因更较遵照上帝的心意来建设教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你们真好。特别今仔日遮尔寒冷的礼拜日，会当做伙第二教会会员好会，恁的参与就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。所以咱中间有人若知影讲今仔日伊袂当出席，
因有一个本分，因会甲牧师请假，因会嘛会伫来的族群顶管写讲，牧师我明仔载袂当来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同工的本分。咱做伙看教会的事工最重要。兄弟，伫去年的一年中间，咱台湾拄着一个足大的冲击，就是武汉肺炎。但是咱应该有真深的感谢甲懊恼，因为有个国家，因的病院拢甲迄个无救的人讲：你毋好过来啊！因为医生真艰难，送来到急诊室的人，医生爱判断讲，即个人无效啊，我无爱甲伊帮忙，无爱甲伊救。毋是医生无疼心，是因为疫情太严重，所以病院的照护病房、病院的迄个隔离病房已经无够强，所以年中的老人就放喺啲厝里内底，自然而然会活就活，会死就死。韩国的口罩一克啊，已经到3000块的台票，要买嘛无简单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虽然嘛有冲击，但是咱感谢上帝。这就是今仔日台湾人会当真骄傲讲，阮台湾是世界上安全的所在。咱袂高哩，兄弟姊妹，敢毋是？但是因为咱台湾有一个真特别的社会风气，人人知影自我控制、戴口罩是保护我家己，嘛保护别人。虽然咱做认真，但是咱的教会敢有影响？也这敢有影响？咱的教会去年总平均做礼拜91个，无简单。也这我要甲恁谢谢，嘛要甲恁加油。虽然有的人伊惊甲毋敢出来，虽然伊有真侪看路，咱嘛有，但是咱知影有警戒心，但是没有恐惧心。咱的教会拢无停止任何一个组织的礼拜，这是咱伫台湾真特别，咱的教会的表现。因为双连教会为着疫情，因无爱停止礼拜，但是政府就要求伊停止礼拜，因为因伤侪人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即个冲击的过程顶悬，咱要检讨。恁我看落下面都所有这恁拢亲像安尼，咱就是口罩国家队。咱无咧制作，但是咱知影，这就高度的自我节制。真侪欧美的优秀、有智慧、科学好的国家，因拍死都无爱挂口罩。上帝帮助咱，经过一年，咱有出乎意料的圣诞节。我要甲恁感谢，咱做同心祈祷，上帝今年一定要比旧年更较好。疫情笼罩的圣诞节还值得期待吗？今年疫情波及全世界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，但我们还是迫不及待布置圣诞节。挂起圣诞树，准备圣诞节来临，一起迎接救主降生的喜悦。虽然疫情持续蔓延，心中充满不安，我们依旧期盼今年与去年一样有个快乐的圣诞节。于是我们抛开疫情笼罩的阴霾，准备将圣诞喜悦分享给我们身边周遭的每一个人，因为我们深信圣诞节带来盼望。
今年我们盼望救主降生的喜悦能够温暖彼此心中的不安。我们一起努力准备圣诞音乐剧，一起服侍，帮忙制作道具，为幕前幕后的事工准备。努力不断地练习，希望通过这出音乐剧，分享圣诞喜悦与盼望给每一个人，唤醒更多藏在口罩下的笑容。回家去，一起庆祝小小耶稣诞生了。I need Christmas to bring me home。能与爸爸见面，好，再一次，可以吗？再一次哦。能与爸爸见面，希望圣诞节我该怎么办？家人会对我失望。2、3，变快了！1、2，期待会有奇迹出现。3、4，闭上眼。能与爸爸见面，希望。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万代。神成就大事救赎，生命的香气照耀起来，迎接黎明。天地中也是列举和降临，耶稣降生带来无限的希望。开始拍手，1、2，身体往前，往后，牵手，来往上拖，来手放掉，左右摇。Just take me and my word. Bro, I take them back. 讲错。你打的 ready man holiday maybe. 发挥的给你带来we will change the destiny. Coffee.虽然人生有时会遇到不如意的事，就像今年的疫情，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，但是别忘记在主里我们充满着盼望与新希望。新的一年，让我们继续仰望上帝的恩典，谢谢主耶稣带来的盼望，让我们有机会与他人分享圣诞喜悦。
我要感谢这个囡仔的爸爸妈妈，因为恁真侪人拢爱配合因的彩排，对电中、对报道、对市林、对各所在，载因来参加。我嘛要甲这青少年讲，结果不是最重要，但是上帝喜欢你们伫教会内底认真参与这种的态度。你要亲像撒母耳，亲像大卫，因为因伫细汉的时阵就足认真，重视上帝，所以后来因就正在圣经中间真特别，上帝所使用的路步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的教会若有忧伤，请毋通袂记，你的身边有兄弟姊妹。咱中间若有啥物快乐，是因为咱同心演一出戏，唱一条歌，这就是咱的教会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讲有你真好。咱有耶稣，但是咱嘛有活跳跳的坐伫你身边的兄弟姊妹。咱的教会虽然无真大间，咱的教会虽然真平凡，但是咱咧追求正做一个有听的教会。今仔日个圣歌对伊所唱这条歌是太祖的歌，伊讲囡仔有仁爱，囡仔有三听，上帝就踮伫因中间。这你敢期待这间教会就是安尼教会？兄弟姊妹，同心合意，对咱认同接纳这个教会，咱受教会接纳，这间教会就是永远是咱共同生命的家庭。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伫 COVID-19 武汉肺炎2020年，其实咱无真大的惊吓，咱有时会袂记咧挂口罩，咱的囡仔比咱更较紧张，因为做礼拜了，恁就快快乐乐倒去。但是咱的囡仔紧用酒精遐喷。感谢上帝，互咱有小心，但是无惊吓。今仔日会员大会毋是开会，会员大会更较要紧，就是将咱手所做的工摆咧伫上帝面前讲，主啊，求你接纳。所以你看到阮旧年所做的是甚物？所听的姊妹，你旧年为着教会做甚物？牧师毋是要甲你讨人情，牧师是要邀请。咱拢是即间教会一份子，对无？咱都爱诚做服侍的人，较赢过坐咧互人服侍。啊，这即句话真奥妙。诚做服侍的人，较赢过诚做互人服侍的人。我伫我成长过程的母会，我的教会老长老拢爱记得讲，主求你互我永远一世人来服侍人。我无爱到年老的时候，我倒咧互人服侍。愿天父上帝纪念咱嘅今仔日，咱有真侪检讨，反省咱的教会咧想甚物。一间教会，伊的意念、伊的价值观念，就诚侪伊画出来事工的表现。牧师已经足久拢伫好的手册囥足侪篇文章，但是我毋知影恁中间有人真正认真读过遐文章无？今日牧师决定，今年牧师决定将几篇文章甲摕掉啊，较免互恁讲牧师你逐年拢囥遐个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会记得，今仔日的礼拜毋是干那领受尔，今仔日的礼拜是咱恭敬伫主的面前，问上帝讲，上帝伫2020年，我为着你做甚物？2020年，阮的教会为你做甚物？上帝上起码，咱有唱一条歌，叫做《出乎意料的平安》。咱有演一出剧，讲出乎意料的平安。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迄出戏吼，其实获得酬劳不菲。因为有人看咱的直播，所以看到咱的乌乌的面，那是咁要分你安尼，就有人奉献3条奉献。感谢主，咱多谢这些兄弟姊妹，因当然这是毋是开玩笑吼，是真诙谐咧讲的话。咱上帝真听咱的教会。上帝嘛，好真侪听咱的兄弟姊妹。咱的上帝是一个监察人的心的上帝，伊照咱所做的来报答咱。上帝其实无需要报答咱，因为伊是主，但上帝伊要祝福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起码，恁做伙注意这个检讨的事，恁嘛做伙再来做礼拜。无妨，加油！吼，虽然出外咧工作做无用，但是重要时刻你拢会倒来。加油！吼，互上帝比互这个世间搁较济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只有2句，无论是耶利米，无论是彼得前书，拢讲着监察。伫上帝监察咱的时，咱所做的工应讲互上帝。迄是彼得前书，耶利米前书讲，上帝是一个监察人的上帝，所以旧约这个字叫做彻底的检讨。上帝的监察，迄个意思就是讲，上帝对天顶压落咧看，上帝对天顶咧压落咧看，伊要祝福的人，记载伫历代志19、16章第9节。伊讲伊咧找伊对天顶压落来看，伊会当甲伊祝福的人。圣经讲，迄个人就是专心全意仰上帝的人。上帝监察看到伊尽心尽性尽力尽意，上帝就祝福伊。今仔所写耶利米这段话，这个监察的意思就是讲彻底的检讨。咱的教会有这种的精神。自从32年前我来到德登教会的时，听咱的天父上帝就教我一个功课。当年年底中间拢做检讨，所以32年咱的教会所有的数字，牧师当年拢会甲咱留伫好话手册，因为数字会讲话。人的钱伫什么所在，伊的心伫什么所在。一个无认同教会事工的人，伊就无可能主动要施予奉献。但是，若施予奉献的人，伊一定有将教会的需要放伫心内。伊讲教会的需要、宣教的需要，我有一份。所以这就是彻底上的检讨。新约彼得前书伊咧讲这个检讨 ，episcopal， 这个字其实就用伫长老，也是讲会众、监督、主教。episcopal 这个字本身是希腊语，伊的意思就是压落、检查、手伸出来，剪到有加无，变过来有洗手无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主的面前问上帝讲：上帝伫旧年中间，阮已经袂记你足侪细节，阮已经袂记你伫旧年对年头到年底，求你帮助阮伫你的面前做检讨的时，阮有好的回顾。恁中间有人比牧师更较认真，恁中间有人比牧师的记忆更较好。足侪小细节，恁拢足够记。牧师就这点较含慢，常常袂记东袂记西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虽然咱无袂记咧，但是咱的上帝甲咱记咧。伫今年你为上帝所做一项事，就算做是摕一张名纸，互流目屎的人摕目屎。就做做你是一个伫迄个真着急中间，毋知要安怎安慰人，但是你甲伊拍拍肩膀，兄弟姊妹，这拢是功德。
看做真宝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归荣光予天父上帝的礼拜。谢谢你们做伴。愿咱搁伫上帝面前，咱搁同心讲阿免。祝2021年，愿要有愿亲像安尼，同心合意，甲牧师、甲中职、甲兄弟姊妹，做伙来起造德堂教会。咱的教会已经连续3年，咱的数字聚会一直降。身为恁的牧师，其实我一直拢有咧看，到底是啥物原因？当然，一个原因是因为这3年中间，咱有一寡年长的长辈，因不得不搬离开德堂，嘛有几位的兄弟姊妹，因安息伫上帝的怀抱。嘛有因为这个武汉疫情的影响，小可有阻挡着做礼拜的热情。嘛有一寡人真少数，因可能有某一种的原因，心声并无真清楚讲出来，所以对教会有一点疏离感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伙祈祷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无有这种疏离感的病毒来阻挡咱彼此相听，伫教会内底互相认同，讲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伫检讨的中间有种回家的感觉，回家就好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永远互相关心、鼓励、接纳，互这间教会充满愿望。上帝伫旧年，互咱有几项通欢喜的事，就是咱的教会有5个囡仔出世。愿天父上帝祝福这个细囝。我无要一一念因的名，我嘛无将因的相片放出来。但是这是上帝所赏赐咱愿望。伫旧年，咱有3位咱的兄弟离开咱，但是咱无失志，因为因中间有人是伫临终洗礼，进入上帝喜乐的厝内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的少年庄信年兄弟，因为伊的告别式，万知影真欢喜。爸爸告别式了后，你照你甲上帝约束，因为新的兄会行志，因出外足久，搬出去外面住做事业。但是伫伊的爸爸告别式了后，万知兄伊甲牧师讲，伊有甲上帝答应，伊要常常来做礼拜。万知兄真正照安尼，几乎逐礼拜拢来做礼拜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这种回家的平安、爱，拢放伫咱的家庭的中间，互咱一代搁一代，生命永不止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永远无失望。咱伫今年开始有2个长老退休，小庆长老。虽然伊较侪时间即摆伫北部咧，甲伊的查某囝做伙住，但是伊多数的礼拜日拢倒来。伊伫教会服侍满20年。阁有一位就是刘老师，咱毋知影伊身躯出啥物种的状况，但兄弟姊妹，我要甲你讨一个人情。刘老师真长期陪牧师为着恁做代祷，今仔日伊需要恁的祈祷。兄弟姊妹，常常互相代祷。刘老师自从来到教会了后，大事小事拢无提示。伊对青少年
夏令营，后来一直教会所有事工，甚至提早退休，伫向日葵学园来做志工。小庆长老2000年，对北部搬倒来了后，伊就选择德堂教会做伊服侍的教会。所听的日子，咱的教会伫武汉疫情的过程顶悬，4月19，去年的4月19，咱的教会开始做直播。准备讲万一有一日，咱的防疫单位若禁止咱有团体活动的时，咱只有伫厝里内底看直播做礼拜。兄弟姊妹，这个直播，咱看袂到伊的影响力，但是有一个兄弟，伊伫中立桃园，但是伊逐礼拜阴暗拢看咱的直播礼拜，然后听牧师的讲道，然后佮甲牧师报告讲，牧师我听完了。这叫做云端的教会。这个兄弟无爸爸无妈妈，一个人爱照顾家己，但是伊的心其实拢甲咱做伙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网络中间，伫去年，咱有40-50篇的直播的礼拜，上侪人听的礼拜，其中一礼拜到今仔日，超过2200人听过迄个讲道片。普通平均一礼拜拢有200人，包括李清杰，包括咱女中女北的兄弟姊妹，包括伫北美，有一寡人甲我讲牧师，恁礼拜即个教会咧做礼拜直播的时，阮拄啊好伫美国拄啊是拜六阴暗，所以阮一礼拜做2摆的礼拜。拜六暗阮参加恁的直播礼拜，礼拜日会在阮看阮教会的直播礼拜。阿斌，所有遮的直播系统的同工，加油！爱互即个系统好更较好，毋是干那照即个普通时的即种的常态。因为听咱的兄弟姊妹，因为着咱的直播系统会当改善。所以，咱伫真短未来，咱的教会要改善咱的土光、土灯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咱的教会还有另外一个较特别，就是伫去年，咱阁增加一个查经班。这毋是牧师的设定，是因为有人因甲牧师讨讲，牧师拜六阴暗的查经，阮无方便开车，袂当来。敢会当开伫日时有一个查经班，因为安尼咱的教会阁增加一个拜六透早的查经。咱的拜三阴暗的祷告会，有人无方便暗时开车来教会参加祈祷会，因会伫厝里通过直播系统参加教会的祷告会。兄弟姊妹，这种的动机、这种的目的，其实就是旨意伫信仰灵修、读圣经的顶悬来建立真正的信心甲信仰。所以，听弟兄姊妹，加油！毋通30年不变，咱来追求每一年信仰拢成长甲进步。因为信仰的成长甲进步，会互咱真正享受这个信仰所带来那种满足的喜乐。我不甲恁骗，信仰甲灵命的进步，会互咱享受正做一个基督徒迄种的满足甲欢喜。所以拜六的透早，咱用的是一个千几年的祈祷会、读圣经的方式。叫做神圣读经法，真简单，就是互上帝圣神带咱读圣经。伫读圣经的中间，来甲上帝相拄，环境恁来。咱做伙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，阮有做2020年的
会计决算决算。去年阮奉献偌济钱，阮开偌济钱，阮存偌济钱。但是明年阮预定，阮要开偌济钱，阮要做伙奉献偌济钱。愿弟妹上帝帮助咱，伫即个检讨的过程顶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阮手所做的工，求你来报答阮。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是一个监察人内心的上帝。咱要奉献咱的动机，咱要做咱的动机，上帝拢知影。咱原来咧做的过程顶，上帝的确陪伴咱。所以兄弟，愿咱手所做的工所结的果子，上帝祝福恁。兄弟爱相信，毋是干那祝福你，会祝福到你的囡仔，到你的孙仔，到你代代的囝儿孙。昨个查经班，我甲查经的人分享讲，我到即礼拜才知影，我有一个阿祖的囝，伊叫做高约拿，外祖。这个高约拿一生才活活32岁，但是伊竟然是台湾第一个写交响曲的，写不了，因为伊后来得到肺结核死。但是伊是台湾的西方的音乐的中间的早前的第一批迄阵人，我感觉骄傲，因为咱的先辈，咱的前人。伫信仰的过程顶，上帝福音加添温数甲能力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干那阮的家族会当安尼，恁的家族、咱的家族、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的生命拢会当更加尊贵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拍开咱的心门，求主监察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手所做的工，得到接纳，佮坚固。牧师嘛，真爱看到恁。伫2021年，恁大富大贵，真正大富大贵，就是恁的工作顺遂，就是恁的经济稳定，就是恁的健康那永壮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是祝福人的上帝。咱的教会这3年，咱的出席有无够强？牧师毋是一个真够紧张的人。但是咱的教会咧检讨这个数字，其实嘛就是咧问讲，你的兄弟走去倒啊？你毋免牧师，毋免问牧师，其实恁也未问32年来，每一年到年底年初，牧师拢会伫祈祷的中间笑念遐个需要关心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这个数字恁会当看，恁若无爱看嘛无要紧。但是这个数字基本上就是咧讲起，咱的教会一年中间，咱的教会有健康无健康。兄弟姊妹 ，COVID-19 无啥物通惊，但是教会上惊就是魔鬼所撒落的病毒。魔鬼对夏娃开始。伊就是搅扰世间人迄个黑暗的势力。魔鬼常常伫人的心内亚迄种政治，互人起毛子袂爽。兄弟姊妹，爱世志，因为这个世间有真侪思想、价值观念、甲情景，其实常常伫无意中。咧伤害上帝伊的囝子甲查某囝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领受上帝的荣光，第一，伫你手所做的工，互咱一生无空空，互咱手所做的工拢会当结果子。咱的教会嘛同款，所以最后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教会祈祷，咱甲牧师甲中职。咱每一个人，咱同心合意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求你帮助得当教会，互阮质甲量拢进步。像这你愿意改变你的体质嘛？
你愿意成做一个真正亲像耶稣的基督徒吗？你敢愿意？咱的教会是一个有耶稣的香味，有耶稣的心意。兄弟姊妹，毋是会趁钱的机构，拢是好的机构；毋是奉献济的教会，拢是健康的教会。保罗学了马其顿的教会讲：因虽然送香，但是因奉献慷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质甲量，拢伫信仰的造就顶悬，定根伫上帝的话。享受甲上帝亲密的关系。今年的第一个礼拜，陈牧师甲咱讲，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咱若要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来享受甲上帝亲近迄种的甘甜，享受咱伫伊内面的生命。因为耶稣讲：“我是葡萄树，恁是葡萄枝。”咱做基督徒若离开圣神，咱一定会破病。咱的情绪、咱的意念、咱的性格就会无亲像咱的阿爸天父上帝。主帮助咱，是因为圣经明明讲，上帝敬咱，咱是受拣选的族类，有尊贵的生命，是圣洁的因信称义。是上帝的囝儿，毋是奴仆。上帝讲：对打了后，我无称恁做奴仆，因为你是我的囝儿。以前你毋捌得到怜悯，但是你来到我施恩座前，我要用老爸的疼来怜悯你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以前咱是人客，袂捌耶稣，徛伫教会的门口。但是自从主耶稣为咱开门了后，咱正做因信称义，爱好好对付你内底迄个无健康的念头、意念、欲望，毋是逐种你喜欢都可以做。当然，你若主张讲这是我的自由，你可以做。我毋是甲恁看衰，要小心，不要倒大霉，因为有一寡代志，咱明明知，对咱无造就、无利益。主帮助咱，伫彼得前书这段圣经咧讲起，教会使命就是荣光上帝，教会就是受拣选的人，咱的身份对奴仆变囝儿。愿天父上帝纪念咱今仔日个礼拜。归荣光给天父上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感谢活命的主，你不但创造天地万物，你嘛用你的怜悯甲慈爱，互阮伫地上有一个信仰的家庭。摇花天顶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珍惜你甲阮组织，互德堂教会成做阮的教会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赞，互阮的努力，互阮的奉献，互阮的行动，会当互德堂教会成做祝福人的教会。阿爸天父上帝，伫今仔日的会员大会，阮要伫你的面前重新再出发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真心真性真力真意，同心合意，兴旺上帝的福音。阮伫你面前对你讲：主啊，阮愿意。求主你成就阮手所做的工，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来念圣诗164首。
上那人润和，欢喜应允愿求托，你的光尊尊，你有你好无错，一生救主降临会中，求你是温转会中，上帝三将来双向，无转轮，无限量，统治阮平地手中，阳光不向无强。乐只尊圣白上帝，感谢圣经来降世，称呼天白单为一体，永远不变到万世。稳定而必阳光全世，主国家。光无停，阿门。咱来准备奉献。大家请坐。下面咱要来做伙来调几今年的会员好会的听书的一部分，咱同心来祈祷。